出版业因来因澳门书店一件一件的关系都许多，不过也有因来因到有理想的人来开独立书店、独立出版社和清盘，而向下请出路。5年lang前，回到家乡桃园的独立书店头家陈夏明，还个开咖啡店的蔡依群，因的路屯蔡地的独立书店和个咖啡店串联起来，和向下办法通。有出版发行的桃园菜地的杂志，提供韩国多年创作的舞台，也到书店出表演了自家关心的主题书，像文学、新派议题，也算实习也到每行业社区同桃园的多样文化受加本民众，为韩国多年行业书店。非常喜欢书，所以是真的一直在幻想，自己将来真的是可以在一个都是书的环境里头工作。那最好是拥有自己的一家书店。总之为从小到大，倾向会开一间书店，也嘅梦想定然人切做到呢。第三期空嘅杜空嘅一間同店書店，同一般嘅連鎖書店都冇共樣，看起來冇乜創造生意。店嘅杜空還有一個特別的專區，係講有關性別平等、女性主義亞條書。人會還看得到三期幾米畫嘅圖，韓國民眾用水筆寫嘅詩，書店看起來都有發力。其實就是目前真的是看書的人口是在下降中，那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件事情。那因為網絡的時代，那所以是這些趨勢是沒辦法說以自己的力量去更改這樣子。那所以現在的書店就必須要思考更多元性的發展，就不能說只是開了一間書店，然後把書進來就擺着，希望客人會自己進來買書。一下開書店成年會做到穩穩嘅，總之彼此到，除咗為了解書店附近嘅好看書嘅人，都係好看用嘅書。韓國為本人一探到書店就知道錢難難嘅。故所幾次店來判沙期發通，為幾面同書店有韓卡多嘅互通，未韓卡了解自家所在地嘅文化歷史，上會去研究判呢韓托小利泰沙嘅發通。在這個區塊呢，其實非常有趣，就是族群就是來來去去，就可以看到在這裡頭有客家人、有閩南人的文化的歷史遺跡都還存在的。那甚至就是到後來包括就是國共內戰之後，他們移住在龍崗這一塊區域，然後他們是滇緬過來的人，就在我們的生活周遭。會同生活，會同沙期結合，會好看書嘅人，仲會行業書店，係桃園呢度同啲書店嘅經營方式。強用係套好嘅杜空嘅鳳雅夢意，同啲書店按到原石快速嘅條價，是一個10個人嘅國家，擺放過東東嘅書店。前面記酒店設計更基嘅日本風格，打造出沙研究行嘅價美，就從而細細看嘅嘢雜貨店用嘅書店。店裡面的氣氛是比較隨性，不是說要刻意把一間店裝飾得很美，然後好像我們去逛誠品書店那樣的感受。但是呢，它會有一個很家常、閒話家常的那種像雜貨店的氣氛，那讓大家進來是很隨性，而且很自然而然就會拿起一本書想要看。店嘅杜空單單係同生活相關嘅書，含有頭家清南語嘅日本文學同佢翻譯嘅小說。另外還有一個動體片嘅架嘅，表現桃園菜地各種同啲店嘅名片。我們會透過名片的這個地圖的展示，就是你可以在一間店索取好幾家店的這個名片。那大家不同的店家之間是彼此交流這些名片的。透過這種交流跟分享，我們是希望桃園的這個藝文氣氛是一個共融的。
大正日固定嘅起飛係桃園菜地嘅通地點嘅相互交流嘅重要時間，為派日後發通主要嘅義務係書店頭家陳克米同咖啡堂頭家蔡依宇。佢兩生日認真關心地方議題來熟悉，兩生日都係桃園日。幾十年前發現到自家嘅家鄉冇乜嘅文化感覺用嘅。嗰數結體老菜地義務團體同書店聯絡起來，共下去認識家鄉。我發現，在這邊學美術的人很多，但是桃園的藝文空間不多，或者是藝文的展覽也不多，因為這好像只有在我們公部門的文化局才有。我就想說，從台北回來以後，覺得這個地方真的缺少很多這方面的東西。那我就自己也學這個，然後一部分自己也有學教育的背景，就覺得這個可以回來傳達一些我想做的事情。我們就會討論說，我們今年要不要做一個比較大型的活動，或者是說，最近可能有哪幾本書很重要，我們應該要推薦給桃園的讀者。那雖然說彼此的競爭關係還在，但是我們盡可能就是可以聚合在一起，然後想辦法，就是真的是就是把餅做大，這真的是把餅做大。那畢竟說，如果你今天我們桃園難得有這麼多的書店了，然後你讓真的讀者願意走出來，然後走進去這個書店，那反而對大家來講是好事。5年前轉到家鄉開通啲出版社同書店嘅陳克米，天天嚟發現到自家竟然對家鄉按上鎖，故所出版嘅悠悠雜誌，會用雜誌來了解家鄉。我在想說，或許我們可以去思考說，在這個地方的人是怎麼生活的。所以我就會花很多的時間，可能在這個雜誌的篇幅裡面，盡量的去介紹在地的小人物啊。那當然還有一些地方的耆老。我覺得說一個刊物，如果說能夠盡可能的提供某一些小人物的生活的切面，那當這些切面的數量足夠了，它拼湊起來的時候，你會發現，你會慢慢的感覺到桃園到底是什麼樣的樣貌。桃園菜地嘅一條通地點嘅唔會上漲衝成啲，無論有乜嘅都很同大家分享。各個有自家嘅風格，唔過都有共用嘅素材。一條唔單止係到嘅可以看點，係老點嘅大粗度，大家都會想會行到去，從盡到自家嘅屋卡用嘅安回去。